而家首期只需要5萬蚊就可以上車啦，然後現證嚟嘅啦，所以咧係冇任何一個風險嘅。大裝修啦，送你全屋嘅家私電器啦，真正可以實現得到拎包就可以入住嘅啦，都係帶呢個鴻蒙智能家居俾到你嘅。噔噔噔噔，呢啲係咪咩？智能改變生活咯。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今日好房呢個頻道，又係我主持人俊仔啊。咁我今日咧就過到呢個珠海嘅湖心新城呢邊啊，帶大家睇我身後呢一個樓盤啊，中澳嘅湖心印象嘅。咁其實呢個盤啊，點解咁值得啊推介俾大家呢？首先第一樣嘢咧，佢呢個項目咧都係精裝修，然後咁加付啦，然後驗證嚟噶啦，所以咧係冇任何嘅風險嘅，以及佢仲送你全屋嘅家私電器，所以咧係真正咧可以實現到拎包入住。其實呢啲唔係重點，重點嘅係咩啊？呢個項目仲係帶呢個鴻蒙智能家居嘅，我相信市面上帶鴻蒙智能家居樓盤咧並不多嘅。咁呢個項目咧係帶呢個鴻蒙智能家居，所以啊，科技改變咗生活。佢不單止即係喐一部手機可以控制呢個窗簾啦、燈啦、空調啦，或者係喐個把口都可以控制，以及你嘅外賣同埋呢個快遞都可以透過呢個機器人直接送到你屋企門口，所以呢啲咪叫科技咯，所以呢啲咪叫智能咯，真正係智能咧改變咗生活嘅。咁我哋廢話就唔多講啦，一齊入去睇下先。OK 啦，咁而家咧就嚟到售樓部呢個位置，老規矩，先從呢個區位圖咧同大家介紹起身先啦。咁呢個項目咧係叫做呢個湖心印象嘅，咁個位置咧係位於呢個珠海嘅一個湖心新城呢邊啦。咁項目咧就喺呢個湖心路旁邊嘅。咁其實咧好多嘅香港街坊、好多嘅朋友仔咧最關心嘅一樣嘢係咩咧？就係點樣翻去香港嘅。咁其實呢個項目咧佢樓下咧係冇呢個香港直通巴嘅，但係咧有巴士，有坐巴士直接去到呢個拱北口岸。我啱啱咧 check 咗出時間，都係30分鐘嘅時間咧就可以翻得到呢個拱北口岸。所以你過關翻香港，亦都係個零鐘頭時間咧就翻得到去噶啦。咁如果你話非要坐呢個香港直通巴嘅話，咁項目旁邊咧呢個江山會呢邊咧會有呢個香港直通巴嘅。從項目出發去到呢個江山會咧，大概都係幾分鐘時間啦就去得到啦。咁你話直接可以坐到香港嘅荃灣啦、太子啦、旺角啦、尖沙咀呢啲地方，相對嚟講亦都會比較方便，大概時間都係個零鐘就可以去得到噶。咁如果你話揸車嘅，即係有港車北上嘅朋友真係更加方便。點解？因為項目旁邊咧就係呢個香海高速啊，直接上高速啊，唰一聲去到呢個拱北口岸，即係響拱北口岸過關翻去香港，大概時間都係個零鐘時間咧就翻得到香港啦。相對嚟講會更加之快捷，更加之方便嘅。咁呢度咧就係點樣翻到去香港啦。咁仲有朋友仔咧會關心嘅一樣嘢就係隔離有啲咩商業，有啲咩配套。嗱，咁項目最近嘅咧就係呢個嘉禾城一個商業廣場啦。咁呢度項目行路過去係行路啊，幾分鐘嘅時間咧就行得到去啦。咁佢直線距離咧都係500米嘅啫。咁如果話有啲朋友仔即係中意打卡或者係影下相嘅話，可以去翻呢個華發嘅一個金灣華發嘅一個商都嘅。咁呢個項目咧唔係。從項目出發去到呢個金灣嘅華發商都大概都係10零分鐘嘅時間咧就去得到噶啦。咁仲有個商場嘅喎，喺邊度咧？就噔，就呢個萬達廣場啦。同樣嘅時間都係10分鐘就去得到啦。所以佢商圈嘅話，亦都會比較多嘅。咁如果有啲朋友仔咧平時中意行下公園啊，或者係爬下山啊、露下營嘅話，佢周邊咧都會有2大一個公園嘅，分別有呢個幸福河濕地公園啦，以及呢個白藤生態公園嘅。咁呢個2個公園你自己中意點行都係完全咧冇問題嘅。咁如果有啲朋友仔中意食海鮮嘅話，就有福利啦。睇到未啊？隔離咧就係呢個白頭藤呢個海鮮市場嘅。咁從項目出發去到呢個白頭藤海鮮市場啦，啱啱 check 咗出都係8分鐘嘅時間啦就去得到啦。咁呢個咧就呢個區位圖咧就大致同大家介紹到呢度先。鏡頭轉翻過呢邊睇呢個項目一個整體嘅沙盤模型。嗱，咁我先同大家上一上嘅基礎嘅數據先啦。咁成個項目咧，佢係一個低密度嘅社區嚟嘅，所以居住嘅環境會比較舒服。咁佢成個項目佔地咧係2.7萬平方米啦。咁建設咧去到呢個88000平方米嘅。咁佢一棟咧就分6棟樓咁樣組成，再加我而家嘅位置就喺呢度。
呢度咧後期咧就會做翻一個商業嘅，咁再同大家講下，咁我而家在售嘅係邊一棟咧？分別為一棟嘅一單元啦，以及6棟嘅02、03戶型嘅，咁佢而家賣緊嘅價錢咧，最平一間咧就1萬零幾百就可以上車，並且都係帶裝修嘅，而得現證嚟㗎，所以咧係冇任何嘅風險，以及係送你全屋嘅家私家電，真正咧可以實現得到拎包就可以入住。關鍵係咩？佢嘅首期只需要5萬蚊就可以上車，不過咧佢就名額有限嘅。咁再睇翻呢個沙盤先啦。嗱，呢個沙盤咧，大家可以留意到佢做到呢個人車分流嘅，佢不單止做到人車分流，以及佢車庫嗰邊配備咗100個充電樁，即係方便即係開新能源汽車嘅朋友仔，以及睇到未啊？呢度咧仲有一個自助洗車位嘅，即係你比如說話夜晚啊運到洗車嘅地方，直接屋企樓下就可以洗車啦，以及佢呢度咧一共有6棟嘅，佢每一棟嘅樓下咧都會有一個主題嘅會所嘅。嗱，睇翻一棟樓下呢邊咧會做翻嗱，因為佢全部咧會做翻個架空層，所以每一棟嘅樓下都會有一個主題會所。一棟呢邊咧做翻細蚊仔玩嘅地方啦，2棟呢邊咧會做翻呢個書吧啦，3棟呢邊咧會做翻間食嘢嘅地方啦，4棟呢邊大家都會睇到都會做翻個電競房，5棟樓下呢邊咧會做翻個電影嘅電影院啊，即係平時唔使出去睇電影㗎啦，6樓都可以睇電影。咁6棟呢一邊咧就會做咗呢個智能嘅，即係鴻蒙系統智能一個展示區嘅，所以佢每一棟樓下咧都會有一個特色嘅一個會所俾到你咁去使用嘅。咁呢個咧就係呢個沙盤啦，以及區位就大致講到呢度先啦。咁我而家就帶大家上去睇下樣板間。OK 啦，咁而家咧就上到嚟樣板間呢邊，咁我而家咧就位置就喺一棟嘅4樓，咁大家都睇到啦，呢部係2梯4伙嘅，嗰兩邊咧有2伙，然後呢兩邊咧亦都有2伙嘅，咁呢個戶型咧就76方，咁呢個戶型咧就88方嘅，咁我就先睇呢個88方嘅先啦，因為有一樣嘢比較好玩嘅，帶大家玩一啲好玩嘅嘢先啦。小葉管家，我在。打開窗簾。好的。噔噔噔噔，呢啲係咪咩？智能改變生活咯，即係你喐個嘴巴，你就可以開窗簾；喐個嘴巴打開空調燈或者係篤篤，完全都冇問題。即係相對嚟講非常之人性化，因為呢個全部都係帶呢個鴻蒙華為智能一個家居俾到你嘅，單呢樣嘢都要大幾萬蚊啊！呢個開發商真係夠晒誠意。咁再睇翻呢個戶型先，嗱，咁呢個戶型咧就係88方，做咗3房2廳1個衛生間嘅，咁佢就傳統戶型咧，餐廳一體化，整體空間咧亦都係非常之大嘅。咁從廚房呢邊咧介紹起身先啦，因為呢度咧係一個創意嘅樣板間嚟嘅。如果你覺得佢呢個裝修嘅設計係唔錯嘅，大家可以照抄作業，都係完全 OK 嘅。咁呢度咧就廚房位置啦，廚房咧係設計成 L 型，咁整體嘅空間咧就肯定係細嘅啦，呢個廚房。不過咧佢好在就大窗咯。然後咧呢邊咧就係食飯嘅地方，食飯嘅地方咧就值得一讚嘅，因為佢就做咗個長台可以用啦，6到8個人同時喺度食飯都係完全咧都冇問題。咁再褪翻出嚟咧，就係客廳個位置，客廳個位置一開間咧去到呢個3.2米嘅，所以咧放個65寸嘅電視咧，完全都係 OK 嘅。咁然後呢邊咧就幫你封咗一個露台啦，再顯得個客廳咧會更加之大。不過呢邊嘅朝向咧望翻出去個景觀視野就會曳啲嘅，睇下呢邊嘅朝向係咩朝向先？呢邊咧就係南向單位嘅，望翻出去咧就視野肯定係差啲嘅。畢竟而家響4樓嘅位置，即係你想景觀靚啲嘅話，肯定係揀翻高樓層，個視野咧會更加之靚嘅。咁再睇翻呢個休息區，帶大家睇下啦。咁呢度咧就係一間房，佢就駁通咗噶啦。咁就駁通咗，大家可以留意翻嗰個效果非常之好嘅。因為呢度有一個延伸性，即係書房連接住呢個客廳啦，以及呢個露台嘅位置啦，顯得呢個空間咧係十分之大嘅。後期咧可以根據翻佢咁樣嘅設計都完全冇問題。如果唔中意嘅話，你去做翻間客房麻雀房，完全都係 OK 嘅。咁再睇翻呢邊嘅工位啦。工位咧，佢就設計咗呢個3段式嘅一個洗手間啦，整體嘅空間咧就係都 OK 嘅。咁呢個淋浴間咧都係夠晒位置啦，並且都係大窗俾到你嘅。咁呢邊咧方便嘅地方，洗手盤啦，哇！
呢樣嘢比較好喎，即係等同於一個點綴啊！大家睇下呢個水龍頭，後期咧都可以根據翻咁樣去設計咧，完全都係冇問題嘅。咁個衛浴咧都係用咗個 total 俾到你噶啦。咁呢度咧係第二間房啊，咁第二間房咧就做雜物房啦，或者係細蚊仔瞓覺嘅地方係 OK 嘅，因為咧佢方正啦，佢整體空間咧就唔會話十分之大嘅，實話實說。咁呢度咧係算一間細房嘅。咁如果話就得兩公婆住嘅話，我建議將呢一間房同埋呢個主人房駁通佢之後咧，顯得成個主人房咧係非常之大嘅。咁呢邊咧就係你瞓覺嘅地方，然後嗰一邊咧你去做一個衣帽間啊，亦或者呢個梳妝台啊，完全都係冇問題嘅。你睇下呢個空間係非常之大嘅啦，放張2米大床都可以塞得2個床頭櫃，正面空間係夠晒嘅。然後呢邊有一整面嘅一個飄窗嘅一個位置啦。嗱，呢度放張茶几，平時兩公婆喺度。喺度嗒杯茶或者嗒杯紅酒，再欣賞出邊嘅景觀啊，真係非常之舒服嘅。不過而家喺4樓個位置，個景觀肯定係差啲嘅啦。如果你話視野景觀靚嘅話，建議買翻高樓層啦。咁呢套單位咧就88方3房2廳1衛嘅戶型，就睇到呢度先啦。OK 啦，咁而家咧就過到嚟105方嘅3房2廳2個衛生間嘅一個實地樣板間呢邊咧，同樣咧而家都係位於呢個一棟嘅4樓啦。先帶大家去感受一下呢一個空間先。咁佢嘅空間咧亦都係非常之大嘅。咁佢嘅格局咧就係南北對流咁樣設計啦，所以佢嘅採光啊、通風效果咧相對嚟講嘅會亦都係比較好嘅。咁佢咧呢個樣板間係一個創意嘅樣板間嚟嘅。大家咧留意翻一樣嘢，佢露台咧封咗嘅。呢邊嘅露台封咗嘅，以及然後呢一邊咧原本咧係有一間房嚟嘅，都係駁通咗嘅，所以咧會顯得成個廳佢個延伸性會更加之好，即係顯得成個空間都會更加之大嘅。喂，105方有咁大個空間，你喺市面上確實係好少有嘅。咁再睇翻呢邊嘅景觀先啦。咁呢邊嘅景觀咧就呢邊咧就朝北向嘅，咁望翻呢個園林嘅景觀啦。咁佢園林嘅景觀咧會做咗呢個圍合式嘅園林啦，並且都會望翻呢個中軸線嘅，望翻呢個水池景觀。我個人咧就比較中意呢樣嘢嘅景觀嘅。咁加上咧，你感受一個客廳，嗱，嗰個客廳真係超級誇張啊！你睇下目測一下佢嘅距離先，1、2、3、4、5、6米幾。放嗰度貨櫃車完全都係冇問題嘅，係咪先？咁呢邊咧就係你平時食飯嘅地方啦，食飯嘅地方就中規中矩，唔算話十分之大。同樣咧都可以放張長台，可以用納6個人，甚至放張圓台都 OK 嘅，6到8個人濕碎完全可以用納得到嘅。咁再褪翻出嚟廚房嘅位置啦，廚房嘅位置咧就設計成 U 型嘅，即係我個人即係會更加偏向於廚房做成咁樣，因為點解？嗱，呢邊咧就煮嘢，然後呢邊咧就切嘢。呢邊咧就洗嘢，洗完嘢跟住放喺度切完之後煮完之後啱啱好放喺度，跟住再搬出去，係咪非常之人性化咁樣設計？所以個人咧係非常之偏向於 U 型廚房嘅咁樣嘅設計，咁樣嘅格局嘅。咁加上咧，咁佢廚房咧都係帶一整面嘅採光嘅，所以呢個廚房咧亦都係算得上係呢個名廚俾到你嘅，以及因為咧呢個廚房夠晒大，所以咧仲可以塞得入雙開門冰箱俾到你嘅。咁呢度咧就係一個叫做活動嘅一個區域啦。咁再褪翻入去睇下個休息區域先，同樣都係帶呢個鴻蒙智能家居俾到你嘅。呢啲我個人真係好中意，自己篤下食手或者係喐下個嘴巴，成屋嘅嘢都可以控制得到噶啦。咁呢邊咧就係呢個工位啦。咁呢個工位咧，相對嚟講空間咧會比啱啱個工位咧會更加之大嘅。咁3段式呢個設計咧，並且都係做咗個乾濕分離嘅。咁我就唔入去啦，因為咧就咁樣可以入到去。嗱，入去咧，帶大家感受下呢個淋浴間啦。淋浴間嘅位置咧，個人更加偏向於一樣嘢係咩咧？就係呢個飄窗台啦。咁放嘢又得，坐住喺度沖涼又都係冇問題嘅，係咪先？因為工位咧肯定要咁樣，因為方便即係有老人家坐住喺度沖，即係唔需要話擔張凳仔過嚟入嚟沖咁麻煩啊嘛。以及呢度咧仲有一整面嘅一個採光面，所以呢個洗手間我個人會更加之中意嘅。佢不單止大啦，佢嗰個設計咧非常之人性化啦，以及佢呢啲全部櫃位咧都係做好晒嘅。呢度咧做啲嘅收納空間啦，下邊咧做翻個內角啦，咁呢邊咧仲會有一個鏡櫃位都係有噶啦，全部都係俾到晒你嘅。咁呢個咧就係工位咁再褪翻出嚟咧，再睇下房間到底係撐成咩樣先。嗱，咁呢個房間咧
咁佢嘅設計咧就做過一個細蚊仔住嘅地方啦，咁就方方正正，整體空間咧實話實說就唔算話十分之大，但係都係夠晒用嘅。咁呢邊嘅朝向咧，我睇翻先嚇，呢邊嘅朝向咧就東南向嘅，會望翻呢個園林嘅景觀嘅。咁呢個就中規中矩咧，呢間房間就冇咩好講噶啦。咁再褪翻出嚟啦。咁呢度咧係3房嘅設計，呢邊咧都係有一間房嘅，不過咧就駁通咗做咗個客廳嘅，係啊，大家要根據即係中意咁樣去設嘅話，咁樣去做，完全都冇問題噶啦。咁最後就嚟到主人套房呢個位置啦。主人套房呢個位置，有樣嘢我個人啱啱冇留意到，原來主人套房仲做咗呢個南北對流先嘅喎，主人房都可以做到咁樣，我個人咧，咁呢啲主人房咪住起身咪舒服啦，係咪先？你使佢開冷氣先咩？呢隻窗拉一拉，跟嗰隻窗又拉一拉，嗰啲風，哎呀，噼哩啪啦咁樣去吹嘅。咁再睇翻呢邊先啦。咁呢邊咧就係你平時瞓覺嘅地方啦。哇！呢張床有成2米喎，放咗張2米嘅大床咧，仲可以塞得2個床頭櫃咧。呢度仲做埋衣櫃嘅。咁其實大家後期咧就唔好咁樣去整啦，因為呢啲就為咗美觀而展示嘅啫，呢啲一啲都唔實用嘅嚇。咁再睇翻呢邊先啦，呢邊咧就有一個飄窗位啦，同大家再次重申一下，飄窗位呢一框全部都係贈送俾你嘅。咁飄窗位越大，證明一樣嘢咩啊？佢個採光就會越大，你睇下成整面嘅一個採光面，所以顯得成間屋咧會特別通透啦，採光以及呢個通風效果亦都係非常之好嘅。然後呢一框，我相信肯定係女主人嘅最愛啦，係咪先？平時坐住喺度化下妝、噴下香水、洗下手，企寫已幾方便，係咪先？呢啲即係非常之人性化。咁再褪翻入嚟咧，就係呢個洗手間個位置啦。洗手間個位置咧就係做咗呢個乾濕分離啦，亦都係3段式啦。呢邊咧就洗手嘅，呢邊咧有一整面嘅一個採光面，所以顯得成個廁所洗手間咧會非常之通透啦，採光咧亦都係唔錯嘅。然後呢邊咧就係你方便嘅地方啦。然後呢一邊咧就係呢個淋浴間淋浴間整體個空間，企一個人、2個人，2個人沖涼都完全冇問題啦。點解話2個人沖涼完全冇問題咧？我想講嘅一樣嘢係證明個空間係非常之大嘅。咁呢套單位咧就係105方嘅3房2廳2衛嘅一個戶型啦。咁我而家再去隔離睇下另一個戶型先。OK 啦，咁我而家咧就嚟到76方嘅一個實地嘅樣板間呢邊介紹呢個樣板間之前咧，先同大家講下，你睇到嘅所有嘢全部都係交付標準除咗呢個檸檬啦、啲刀刀叉叉冇之外，其他嘢全部都係有嘅。咁從門口個位置介紹起身先啦。嗱，一入門口咧，呢度咧會做翻咗個實木門啦，以及4合一個智能密碼鎖，包括呢啲玄關位咧，全部都係一個交付標準嘅。咁上邊咧就做翻一啲嘅收納嘅空間啦，下邊咧你做翻一個放下嘅地方，完全都冇問題。咁呢邊咧就放你嘅車鎖匙或者放其他雜物都係 OK 嘅。並且啲櫃位咧都係做到頂，都係鋼琴嘅敲漆啦，以及都係帶阻力俾到你嘅。咁再睇翻呢邊嘅格局先，咁佢嘅格局咧就係餐下廳一體化啦，所以佢整體空間感咧亦都係非常之大嘅。咁呢個單位咧係76方2房2廳1個衛生間嘅。咁睇翻個廚房位置先。廚房位置咧就設計成同樣啦，76方都可以設計成 U 型喎。我個人咧真係比較中意呢樣嘢，以及佢3件套廚房嘅3件套咧都係呢個華帝呢個交付嘅標準嚟㗎啦。咁包括呢啲櫃位睇到未啊？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嚟嘅。咁廚房嘅位置咧都會帶窗嘅，所以顯得成個廚房咧會個亮度咧會非常之通透啦，採光咧亦都係非常之足嘅。咁包括嗰啲廚磚位咧都係做到頂㗎。咁呢度咧都係做天花燈嗰啲全部都有，以及呢個位置就放雙開門冰箱就有少少問水，就只可以放一個單開門冰箱。畢竟咧呢個戶型咧就係76方嚟嘅啫，因為76方嘅話廚房俾到 U 型嘅設計，你咧確實係都係少之又少噶啦。咁呢邊咧就係你食飯嘅個地方啦，放張圓台長台睇你自己嘅選擇啦，完全都冇問題噶。包括燈位都係交付標準嚟㗎，你睇到嘅所有嘢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嚟㗎啦。咁客廳睇翻個客廳嘅開間啦，客廳開間咧目測係3米2嘅開間嚟嘅，相對嚟講亦都係會比較闊落啦。以及可以呢張嘢唔需要錢嘅，都係送俾你㗎嚇。咁平時可以坐得3、4個人喺度睇下電視都冇問題嘅。咁包括呢個茶几啦。
茶几咧，我覺得就有少少細啦，可能即係茶几做翻闊少少咧，就會更加之適合啦。咁呢個電視咧都係送俾你嘅，以及呢個四人冷氣又係送俾你嘅，包括呢啲窗簾都係送嘅。反正你睇到所有嘢全部都係送嘅，除咗呢啲即係細件啲咩花仔㗎啦。咁再睇翻你露台個位置先。咁露台嘅位置咧，望出去嘅視野景觀咧，相對嚟講肯定係差啲嘅啦。因為畢竟咧，喺呢個一棟嘅4樓位置望出去視野係差啲，但係咧佢個採光啊、通風啊都係非常之 OK 嘅。咁呢個露台位置呢啲全部都做好晒，呢啲洗衣機全部都係有噶啦。咁呢邊咧都係南向嚟噶啦。咁呢度咧就係露台啦，以及呢個客廳啦、食飯啦，以及呢個廚房嘅位置。咁就活動區就睇到呢度先啦。咁而家入去呢個休息區，帶大家去睇睇先。咁呢度咧個佈局咧就2間房啦，然後1個洗手間。咁先睇洗手間先啦。洗手間咧，佢76方嘅洗手間都俾到咁大你喎，確實咧會有少有嘅，並且做咗3段式嘅一個洗手間啦，以及呢啲鏡櫃位咧全部都係做好晒。呢下邊咧就做好個收納空間，然後下邊咧仲有2排櫃做咗收納空間嘅，以及佢仲做埋個內角先。內角有一樣嘢好，即係你拖地或者放個掃地機器人，即係點樣去掃，即係會搞得非常之乾淨，360度冇死角咁樣較衛生嘅。咁呢邊咧就你方便嘅地方，你睇下呢啲方便嘅地方咁闊落，所以你方便起身咪舒服咯，係咪先？咁呢邊咧就係呢個淋浴間嘅位置啦。咁我入去帶大家去感受下佢呢個空間先。佢空間咧亦都係夠晒你沖涼啦，係咪先？不過咧呢個淋浴間佢個採光咧可能會差翻少少，因為個採光面唔夠啊，得一啲啲，所以顯得呢個洗手間嗰個採光咧就會差翻少少，但係個空間係夠晒你用噶啦啊！咁我而家呢度咧就係呢個洗手間嘅位置啦。咁再褪翻出嚟咧就第一間房啦。咁第一間房呢間房就呢間房唔會好大，點解？因為佢做唔到3邊落床，只可以做2邊落床。如果證明空間大嘅話，肯定係3邊落到床噶。而你要麼就係放張1.2米嘅床就可以做到3邊落床，但係冇必要啦，係咪先？咁同大家講下啦，全屋嘅呢啲櫃位啊，都係做到頂，並且都係交付標準嚟嘅。即係點解我講話真正可以實現得到拎包就可以入住呢啲床墊，包括呢啲櫃，全部都係有，全部都係交付標準，以及你頭頂嘅空調位咧，都係一個交付標準俾到你嘅。咁唯獨是有一樣嘢咧，忘記同大家講，呢間屋咧仲未裝呢個華為嘅智能系統嚟嘅，後期咧會裝，但係呢個原版間咧係冇展示嘅，後期仲會有呢個華為智能家居俾到你嘅，睇到未？交付標準啊，各位朋友仔。咁最後啦，就嚟到你平時瞓覺嘅地方啦。咁呢度咧就屬於主人房。各位朋友仔，即係睇，如果係2公婆住嘅話，就建議將隔離嗰間房駁通埋佢，即係連接住，即係隔離咧做衣帽間、化妝間，咁呢度咧就瞓覺嘅地方就 OK 啦。咁顯得成個空間會更加之大。以及主人房呢度咧仲有少少嘅270度嘅轉角飄窗位啦。咁270度轉角飄窗位有一樣好咧，就係佢採光咧肯定係 OK，肯定係唔錯嘅。採光啊、通風啊，以及成間屋嘅成間房嘅空間係夠晒嘅。以及仲有一樣嘢，你睇到身後呢度未啊？呢一整面櫃做到頂嘅，都係呢個交付嘅標準嚟嘅。呢個開發商咪夠大氣咯，呢啲真係比較細心嘅，真係可以實現得到拎包就可以入住噶啦。咁呢度單位咧就76方嘅2房2廳1衛，就睇到呢度先啦。OK 啦，咁樓盤咧，相信大家都已經睇完噶。咁對呢個樓盤咧，都會有一定嘅了解。咁其實咧，我點解仲會推介呢個樓盤俾大家咧？首先第一樣嘢咧，佢價錢相對嚟講係OK 嘅，唔算話太貴。咁佢嘅均價咧，大概去到12,000蚊左右。咁佢有部分咧特價房源1萬零幾百就可以上車嘅。咁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咧都係現樓現證嚟嘅啦，所以咧係冇任何一個風險嘅。大裝修啦，送你全屋嘅家私電器啦，真正可以實現得到拎包就可以入住嘅啦。咁第三樣嘢係咩咧？亦都係尤其關鍵嘅，就係呢個成屋都係帶呢個鴻蒙智能系統嘅。喂，你揾喎，喺湖心新城有邊個樓盤邊一個項目係全屋帶鴻蒙智能家具嘅？係可以講係基本上係冇嘅，就得佢有嘅。
真係即係實現得到叫做智能改變生活，以及即係你啲嘅外賣啦，以及呢個快遞啦，你可以透過呢個機器人直接送你到屋企門口，都係完全冇問題嘅。咁最後一樣嘢啊，而家首期只需要5萬蚊就可以上車啦。不過咧係有名額嘅喎，如果你中意呢個樓盤咧，咋啦，快啲私信我啦。咁我哋都會整理咗一份資料包發到你啲手頭上，都係完全冇問題嘅。如果大家中意呢一條片嘅，記得俾個 like 或者係訂閱一下我，感謝各位朋友嘅支持。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